后来受到这个疫情的冲击，餐饮停业，学校停课，这个国内猪仔食的交易量减少，只有去年的2/3。也毋过，这个猪肉价数并无受大变化。但是讲到5日节，这个疫情若是解封，白粽用的猪肉量若是增加，讲无排除这个猪肉会来起价。 猪肉品市场内，好生产人员公开竞标，因为疫情影响，这个买卖数量敢若淹过2/3。猪肉价数无真大变化，是因为这1年来饲料拢起价，价数已经起过1摆啊。大家成本拢也悬啦，大家成本拢也悬，所以价数嘛有拢渐渐伫咧在提高啦。 因为全世界贩卖黄豆粉的价数，应该是8年来上贵的。全台湾毛地的交易行情，为3月底开始，就维持伫每公斤平均70块以上。消费端的价数唔敢起，加出来1/5的饲料成本拢猪农吸收。包子涨价，猪肉无起价啦，安尼了钱啦，安尼啦，你听无？所以卖猪肉无啥趁钱啊。 是讲台中市家畜肉类商业同业工会嘛讲，5日节毕竟这个包粽爱用着肉，若是疫情有解封，猪肉价数有可能会起。